律师对抗伫安南消防分队后面抗地风信旗要紧急调度1万个山包，但因为篷布是环保材质，长期日晒容易腐气溶液，污染环境，加上落雨嘛容易积水，成为病媒网的主成源。所以安南区公所为了改善现况，嘛增加风信山包的使用效益，争取设立新的货柜来准抗。经过协调，目前放伫本年一家停车场。希望国力一步一步完成。区公所在我们海东国小西侧的停车场设置了我们防灾沙包的一个存放所。过去我们的沙包都置放在地上，帆布的覆盖。那么经过日照雨淋会让我们的沙包的使用的寿命会减短。那同时对于环境也有所影响。所以，我们安南区公所特别向市政府申请补助，来设置我们以货柜屋来取代原有的一个存放的方式。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我们安南区的市民朋友能够来取用。原本公所采购就是单纯的货柜，结合油漆嘛正式铁门，方便整备甲民众领取。经伫外观设计防灾助行的教育宣导，和整个货柜焕然一新。呼吁大家能够透过我们外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宣导的资料，让大家连接到各式的官网，能够掌握各种灾害的资讯来达到平时的一个防灾的准备，达到减灾的一个目的。那么也呼吁大家，沙包使用完毕之后，一定要送回我们指定的一个沙包的置放点，让我们沙包能够重复的使用，也避免对环境的影响。安南区为了预防地势较低所在淹水，到目前51里就设有61个山包准抗点，一天采购3万包，2万包会伫风信旗分散到各里。公所再次提醒，有需要里面依照规定来领，更要好好珍惜防灾资源。今日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因为我们台湾的各种的灾害，包括